用 OBS 这个程式来做荧幕直播呢？应该是用显示器耶。荧幕就是显示器耶，这个不晓得原什么原理，速度都很慢呢。按确定哦，按确定哦，不然就没有作用了。按确定，按确定。然后这个画面有什么东西，应该就是照这个东西来直播啊。问题是要按开始串流，可以常驻的画面，常驻视窗那个。你有要做广告宣传的，就用常驻视窗。然后要记得按开始串流啊。这边虚拟相机要先开启啊。这个就是有开启了。你看，你要点按开始串流，然后他要叫你要设定直播了。设定直播有的要有网址，要有金钥，要有标题名称，然后还要重要是勾选这个嘞，不是为儿童打造的影片。还有可以图片给他，可以缩图给他嘞。操作都不顺了，很慢。你看，为什么在操作这个的时候跑这个出来？操作很慢，不顺了。最重要就是勾选这个这不是为儿童打造的影片。然后还要点按哦，建立直播开始串流，要点按这个哦，建立直播开始串流。那这个要做以前要先按设定呢，设定里面进去找那个左边选项有那个第二项串流进去找，右边的选项第一类服务里面好多个10-20个，那选最下面的2个有 YouTube 的，选 YouTube， 点按了以后会叫你连接账户你要选，你有2个账户要选，然后才能够进入直播呢。然后要去开启这个开启自己 YouTube 频道首页，然后再找播放清单。现在这个画面是播放清单呢，那这个叫荧幕直播，那叫到底应该荧幕上有出现什么内容，就要直播也要照那个内容。但是不容易，你看，网络不顺呢，网络不顺的造成那个直播也不顺。佛堂有5G 手机的手环境的，大概就直播会比较顺。不容易，真的是不容易。宕机呢？现在手机没有办法操作，宕机。